一步，一步，一步，早晚行会出去。希望咱会当办一间美术学校，互台湾人有家己的美术学校，安尼所有台湾人拢会使来上课。我听讲较早门前有一条花香的街尾，清清芳芳行去庙口，双手捧花丛，看着伊徛伫门口，点点插鼓面红红，日双捧花的手，行到袂叮当。我听讲较早门前有一条花灯的街尾，清清光光行去庙口。双手捧花丛，看着伊徛伫门口，点点插鼓面红红，一双捧花的手，微微啊动。迄天伊讲伊要离开，我送伊去外台，阮在逐月日批纸，讲会你是阮往死的，渐渐无再等待，阮往死伫外口，来暗来，嘛不要转来厝。永远袂转来。好就行啊！你的图，咱这家私，总拢上互你啊！哦，你着爱保庇，保庇咱规家伙啊，大大细细，平平安安。哦，等，做我好看。我听讲较早门前有一条花香的街尾，清清芳芳行去庙口，双手捧花丛，看着伊徛伫门口，点点插鼓面红红，一双捧花的手，行到袂叮当。我听讲较早门前有一条花灯的街尾，清清光光行去庙口。双手捧花丛，看着伊徛伫门口，点点插鼓面红红，一双捧花的手，微微啊动。迄天伊讲伊要离开，我送伊去外台，阮在逐月日批纸，讲会行来，渐渐无再等待，我心内暗内，敢讲会永远袂转来。我想我也是会等待，等伊倒转来。倒转来。庄仔外山头顶的夜观也听到啊，伊带着住伫龙仔堡的人，闻着鼓吹广告过桥，鬼气冲天，闹得滚滚。唱着骹尾间的西公，嘛来欢喜开唱。伫遮，即摆的人和过去的人牵手和解。伊讲伊毋对，我讲我有错误。